经五块厝在地人去行打，大家平安。咱这个节目是社团法人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、台文博览会、台文假斯咪甲鼎涵册房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咱要去倒位行打咧？咱先照地图顶悬的号码，小解互大家耳芳一下。零五块厝，现处是高雄市苓雅区内底有4个旧庄头，为西边到东边，照排是苓雅寮、为田仔、林德官甲五块厝。你敢知影是怎样号做五块厝？一、捷运五块厝站，捷运五块厝站属捷运干仔线，编号58。2008年9月通车。附近出站了后，会使行400公尺去轻铁凯旋公园站换车。二、前身博爱社会主体，已经拆掉都市换新啊。原本这是啥物所在咧？三、武庙，在地人拢叫武庙，打狗无人毋知。新正上闹热，阁有平安暝。你敢知影高雄人拜月老、求红线？拢去倒一间？四、粪扫池仔，在地人拢叫粪扫池仔，未粪扫，生理阁遐加野。你敢知影是啥物原因？五、苓雅运动中心，来拍羽毛球、棒球、倒球，嘛会使做 gym、做 yoga、跳浪术、游水等等。六、前身高雄少年抚育院。七、前身高雄少年关护所，较早少年人若等候判刑，会来关护所，判了较轻受感化教育，会去隔壁抚育院，同齐的受刑人送去少年监狱。八、高雄司法新村，高雄地方法院的眷村，也有人咧住。九、陈中和梦，南台湾第一好野人的梦，你若毋捌伊，拍算是外部头的。十、前身第2号运河，河北路、河南路中迄个公园内底，其实藏一条溪，你敢知影流去倒位？11、鼎涵厨房，在地二手独立册店，店名鼎涵，就是等你有闲，来册店行行、踅踅看看咧。册店2013年开店，已经超过10档，除了旧册，嘛有卖台语文新册。打狗敢若一间有尔，